好多花甲老友省呢眼慣舊物件，唔捨得丟枯花草，懶得清理，隨意堆滿陽台，日日睇唔出問題，時間一長就會發現自己體質一日差過一日，夜夜瞓唔沉，氣管時常不適，關節專天就痛，仔女外出做事又總係遇少人賺到錢，各種意外冇消散傳唔低。今日陳伯講嘅呢個真相，好多人從來唔放在心上。陽台係全屋納氣外明堂，堆滿垃圾枯花草，等於親手封住財氣入口，囤積滿屋雖拜陰氣。60歲之後，長者自身陽氣本就逐年減弱，首當其衝承受毒氣侵擾。今日將幾十年看宅親身見證嘅案例、底層風水原理、免費整理化解方法，毫無保留講晒俾大家。先同大家分享前年專程上門調理嘅真實個案。有位69歲嘅何伯同老伴住舊式低層兩房單位。何伯一輩子飾物舊紙箱、穿爛嘅舊鞋牙、損壞家居廢舊雜物，全部塞滿陽台角落。前年養嘅一批盆栽，全部枯黃枯死，空花盆枯枝爛葉，唔捨得丟，直接堆在陽台欄杆邊。連平時打包嘅廢紙、廢塑膠袋都囤積，唔定期清走。陽台大半空間被雜物堵實，陽光透唔入，風氣流通唔到屋內。自從滿60歲之後，何伯身體狀況急轉直下，每日起身頭重腳輕痰多咳嗽，反覆發作，夜晚躺床幾個鐘都無法安睡，血壓長期飆忽不定，情緒容易煩躁，動不動同老伴爭執。遠在外國開餐館嘅大仔客源逐年減少，鋪頭開支大過收入，年年入不敷出。細女打工多年，升職無望，每個月工資勉強應付生活，毫無積蓄。兩公婆以為係年紀大，身體機能退化，四處購買滋補湯料，長期睇醫生食藥調理，2年多落去，完全唔見改善。後來透過鄰居介紹，揾我上門睇宅。一踏入單位，行到陽台，我即刻感受到隆重滯嬌陰毒枝，氣雜物堆積滿滿，阻擋自然光線，枯死植物散發衰敗死氣，排水位長年積灰撞巧，整個外明堂完全失去納氣功能，天地間個陽氣財氣被雜物隔絕在外，衰毒陰氣順住陽台門口嗰入全屋。何伯花甲之年氣場薄弱，每日生活在陰氣包圍嘅空間，體內元氣持續被消耗，各種慢性病自然反覆現身，加雜明堂堵塞財氣無從入屋，亦都連帶拖累在外打拼個仔女，致以財運全線阻滯。當時我同何伯講，唔使花1分錢添置風水法器，淨係分3步清理，整理陽台就能逐步打散滿屋衰氣。第一步，當日將所有囤積舊垃圾、廢紙箱、破損鞋、置家區全部打包清運出去，唔好留任何半件無用雜物堆積陽台。第二步，徹底丟棄所有枯黃花草枯枝、空花盆發霉、舊花土，清洗乾淨陽台每個角落排水槽、欄杆腐隙。第三步，清空之後，保持陽台大半空氣通透。只留2盆4季常青冇尖刺嘅金桔、虎尾蘭擺放採光位置。每日早上拉開陽台門簾，讓陽光充分入屋。何伯同老伴聽足我建議，用1日時間完整清理陽台，短短30日已經感受到屋內氣場明顯轉變，原本陰沉沉嘅屋企變得明亮舒暢。何伯夜晚入睡順利，咳嗽痰多症狀大幅減輕。堅持2個月之後，頭暈血壓不穩，情況基本消失，關節酸痛發作次數減少70%，心情平和，唔再動不動發脾氣。遠地個大仔餐館客源穩定回升，每個月都有可觀盈餘存落。弟女亦都得到主管賞識，順利升職加薪。兩公婆專程扭帶禮物登門多謝我。先就係明白區區一個雜亂陽台，竟然同時損害長者健康同全家家運。好多老友同從前何伯一樣，覺得雜物暫時堆放陽台冇所謂，枯花草遲幾日再丟唔影響。大局完全唔識分辨陽台堆積垃圾、
枯花草帶來嘅三大核心過害，今日陳伯逐樣拆解每一種負面影響，對花甲、長者專屬損傷背後完整風水道理，全部落地乾貨。大家返屋企即刻對照自查。第一重最大傷害，堵塞外明堂，氣口斷絕，全屋陽氣財氣。風水古話名言，陽台係家宅外明堂，等同屋企嘅喉黎同肺部，專門負責吸納外界純淨陽光、新鮮生氣、四方財氣入屋。明堂講究開發、乾淨通透，一旦堆滿舊垃圾、大型雜物，如同喉黎俾異物堵塞，吉氣完全無法流通進入室內，屋內原有陽氣慢慢耗散，陰綠滯氣團積，越積越重。對於60歲以上長者傷害最為直接，長者五行元氣隨年歲衰退，抵禦陰毒氣場能力遠不及年輕人。長期生活咗陽氣不足嘅屋企，首先影響肺部同呼吸道，常年痰多，氣管敏感，容易感冒咳嗽，跟住耗損脾胃元氣，食不振，手腳常年冰凍，關節風濕，每逢轉季劇痛，夜晚陰氣怒仲引發失眠多夢，心神不寧，記憶力衰退。與此同時，明堂堵塞財氣，無從入屋，全家陷入財運停滯格局，仔女仲要客源稀少，打工升職無門，賺到錢總會遇上各種意外開支破財，存唔下長期積蓄，屋內亦容易滋生口舌是非，家人時常無緣無故拌嘴爭執。好多老友屋企陽台被高大家獅子箱塞滿大半，連早上陽光都入唔到客廳，日日浸在陰氣之中，卻從來唔將問題歸咎於陽台雜物，只一味怪自己年紀大，仔女運氣差。實質根源就係明堂被雜果堵死，第二重致命損耗。枯死花草釋放衰敗死氣，蟲擾長者損，晚年福分。鮮活植物五行屬木主生生不息嘅陽氣，能夠引集雜運旺人丁財運，但一旦花草完全枯黃枝幹乾透，發霉腐爛，就會轉化為衰敗死氣，專門壓抑生機滋生陰煞。同陽台雜物堆積嘅毒氣互相交融，擴散至全屋，每個角落風水角度枯花草等同凋零衰敗之象，長期擺放陽台會令屋內所有人做事爛散懈怠，毫唔進取心。花甲長者每日出入必經陽台，時刻承接死氣侵擾，晚年福氣被持續消耗，小病不斷，大病從慢，原本硬朗嘅身體越來越虛弱，仲會令長者情緒長期低落抑鬱，容易照牛角尖，同家人產生隔鏡。好多老友養死盆栽之後，覺得花盆仲有用，唔捨得丟，枯枝隨意堆在陽台牆角，一放就係幾個月，乾枯枝長發霉積灰，每日散發衰氣，原本能夠旺家嘅陽台，反而變成全屋陰煞源頭。順帶提醒大家，就算係空置無花無草嘅空花盆，都唔適合長年堆積。陽台空盆代表虛耗無收忌谷，長期堆放同樣會令全家付出多回報少，仔女打拼多年難有成就。正確做法係花草一旦開始大面積枯黃，即刻打包清運，唔好留任何枯枝爛葉。閒置花盆要麼送人，要麼及時丟棄，唔好囤積佔據陽台才幹位置。第三重隱藏陰煞源頭，舊垃圾廢物囤積，滋生該煞陰氣，加重長者各類慢性病。陽台堆放嘅舊紙箱、廢塑膠爛、舊衣物，廚房打包垃圾長期暴露咗戶外風吹雨淋，梅雨季節極易發霉積水，產生濕毒喜氣。四氣五行屬陰，最容易引發二黑病符星動煞，專門針對家中長者健康造成損傷。舊雜物堆積容易藏灰塵、蟲卵曲菌，透過陽台門口飆入室內，長者長期吸入嬌菌灰塵，氣管、皮膚、關節病痛反覆發作，難以根治。另外破損殘舊嘅物品，象徵殘缺衰敗。風水認為長期囤積殘破物件，會令屋內人運勢充滿阻礙，做任何事都一波三折，難以順利。收尾好多老友習慣將分類垃圾暫存陽台，
幾日先一次過丟，短期看似方便，長時間囤積就會讓我陰氣西透全屋，陽台排水槽被雜物堵塞，積存死水，聚陰加重煞氣，傷重打壓長者身體同全家財運。以上三重助害往往互相疊加，陽台同時堆滿垃圾同枯花草，等於陰毒翳氣搭配衰敗死氣，雙重圍堵明堂，對花甲長者個障礙子女嘅損傷會加倍放大。好多家庭同時踩中兩樣禁忌，長者常年體弱家運逐年下滑，卻習到解決方法。接下來陳博完整分享零成整理化解布照分清理維護正確布置三大模塊操作，簡單所有老友都能夠自行執行。第一步，全面斷捨離清走所有陰煞物件，分三類逐一處理。第一類，各種舊垃圾、廢紙箱、廢塑膠袋、打包殘渣、破損舊雞串、爛舊鞋、損壞工具，全部分類打包，一次性清運，唔好分開慢慢丟，避免雜物分批持續囤積。第二類，所有枯黃花草乾透之燉、發霉花土空置積灰花盆，無論花盆新舊，只要植物枯死就連花盆一併丟棄，唔好留任何殘留枯枝堆積角落。第三類，長期閒置殘缺損壞，再也唔會使用個雜物，唔好抱有遲早有用嘅念頭，及時處理騰空陽台空間，清理重點細節，陽台牆角、欄杆分隙、排水槽底下吹物櫃，全部掃乾淨，用清水擦拭除去每積灰塵，確可好無殘留可。第二步，維持陽台長期通透納氣嘅日常習慣，每日早上7點至11點，陽氣最純淨時段，完全打開陽台門同窗簾，讓自然光充分照射全屋。每次通風採陽最少半個鐘，唔好長年關閉陽台門簾遮擋光線。每3日簡單清掃一次陽台灰塵分類垃圾，唔好暫存陽台。當日垃圾當日打包丟棄，唔好囤積超過1日。梅雨季節每日擦乾陽台積水，疏通排水槽，避免死水聚陰。第三步，陽台旺陽正確佈局規則，清空雜物之後，保留大半空曬空間，只適合擺放2至3盆4季常青、無尖刺圓潤旺陽植物。優選金桔樹虎尾蘭、富貴竹米蘭呢類植物，持續釋放生氣，補足陽氣，旺家護長者，催旺仔女財運。千祈唔好擺仙人掌、虎刺梅等帶尖刺產生尖煞，招惹是非病痛。擺放位置優先陽台採光最佳嘅東南財位，定期打理修剪枯葉。一旦發現植株出現大面積枯黃，即刻替換新盆栽，唔好留死氣物件。陽台儲物只可使用封閉式收納櫃，並且唔好堆到滿食，保留一半屋間流通氣流。千祈唔好用開放式架子堆放雜物，阻擋光線。陽台地面盡量選淺色地，反射陽光，提升空間陽氣。深色厚地定會吸收陽氣，加重陰毒。講完基礎整理方法，陳伯再同大家分享上年調理過嘅另一戶真實案例。73歲嘅許伯獨自住海外高層公寓，屋企陽台細，但被許伯囤滿幾年累積嘅舊報紙廢、塑料瓶，10幾盆完全枯死嘅觀葉植物，空花盆沿住欄杆擺滿，陽台門常年關閉不透風。許伯自60歲之後，常年胸悶氣短，失眠多夢風濕，每逢雨天痛到無法落床。獨自在外開小店，長期客源不足，每月勉強收支平衡，毫無盈餘。過上門之後，教許伯用2日時間完整清理陽台，所有雜物同枯盆栽清洗乾淨，各個角落只留一盆細金桔擺去採光位置。每日定時打開陽台門採陽通風，清理完1個月，許伯睡眠明顯安穩，胸悶咳嗽次數大幅減少，關節痛發作間隔拉長。獨子嘅小店陸續多咗穩定回頭客，每個月都有剩餘積蓄，屋企氣場重重前壓抑陰冷，變得明亮順暢。好多老友會疑惑，只係清理雜物、枯花草唔使花錢，
點解能夠同時改善長者身體同全家財運？風水核心講究氣順則運旺，氣滯則運衰。陽台作為全屋吉氣入口，雜物垃圾枯死植物就如同堵塞河道嘅淤泥，將天地間旺家旺財旺長者嘅陽氣完全阻擋在外，屋內陰動衰氣無處散走，長期侵擾體質虛弱嘅花甲老人，自然各種慢性病反覆共生，家宅明堂首，助財氣無法入屋，仔女外出求財自然處處阻滯，存唔下積蓄。好多長者一味捨不得丟舊物，懶得清理枯花草花，低價錢買各類銅壺樓，唔抵錢風水擺件想旺家旺身，卻忽略最基礎嘅斷捨離。就算擺再多法器，陽台雜日倒瀉氣口吉，依舊無法流通，擺件嘅旺運效果會完全被陰煞抵消，本末倒置，永遠無法改善屋宅氣場。60歲以上長者唔同年輕人，年輕人自身陽氣充足，輕微雜亂唔會造成明顯損傷，但花甲之年體內元氣逐年衰退，對陰度衰敗氣場敏感度極高，一點點囤積雜累積落去，都會化作重新病痛，拖累全家運勢。陳伯再同各位老友整理陽台維持旺氣嘅幾條簡單守則，每日堅持就能守住全家福氣。第一，陽台永遠唔好堆放任何過夜垃圾，分類廢棄物當日清走，唔好囤積紙箱、舊衣物殘破舊區。第二，盆栽一旦出現大面積枯黃腐爛之液，即刻整盆清走，唔好留枯枝空花盆佔據採光位置。第三，每日固定時段打開陽台門窗，採陽通風，唔好長年密閉陽台積陰。第四，陽台唔好擺放大量尖刺植物、大型厚重雜物遮擋自然光。第五，每半個月全面清掃陽台灰塵，疏通排水槽，避免積水發霉滋生戾氣。第六，陽台儲物以精簡為原則，封閉收納，唔好開放堆積，保留大半空間，令氣流順暢走動。最後，陳伯同各位花甲老友講句真心實在嘅說話：晚年最大福分莫過於身體硬朗少跑，醫院仔女在外平順，財運穩定。而一整個乾淨通透嘅陽台就係零成本護身旺家嘅風水格局，個唔使動工，唔使花錢，只需要花少少時間清理雜物、丟棄枯花草，就能打通全屋納氣明堂，驅散囤積多時嘅陰冬衰氣。一方面自身陽氣日日補充，咳嗽、失眠、關節痛各種慢性病痛逐步減輕，精神飽滿舒暢。另一方面，陽台通轉財氣，源源入屋，家宅根基穩定，在外打拼嘅仔女遠離小人阻礙，做事順風順水，存得住長期積蓄。居家風水從來唔係虛幻玄學，只係順應天地陰陽氣流規律，打理好全屋最重要嘅納氣口，清除衰敗陰煞源頭。陽台通透乾淨，陽氣充盈，長者自然少病痛，夜夜安穩好眠，全家家運亦都跟住越住越興旺。從今日開始，大家即刻檢查自家陽台，但凡堆有舊垃圾、廢舊雜物、枯黃花草、空花盆，盡快安排時間完整清理。堅持一段時間，就能親身感受到屋內氣場、自身身體同仔女運勢嘅明顯改善，護自身晚年安康庇佑，子孫財運順遂。就從整理陽台呢件小事做起。